有美国议员来台湾访问，这是8月第3团。参议员话讲，未接受中国霸凌。外国媒体也报道，美国9月可能进行第6届这个军售。罗西亚总统普京即阵下令增加10%兵力，会加这个13.7万人。罗西亚军队计强115万人，甚至搁找官人来做兵。用先做形势，这个乌东的这声音，NASA 即阵公布，引动引起网络讨论，这是气体压力波，NASA 来转移，让人类通听得到。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民，欢迎做回收看新闻世界通，大讲30分钟，和你听做国际新闻通。新闻这个事，来关心这个美国议员吼，过来台湾哦，这是咱讲的这个个月第3届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访问团参议员的 Marsha Blackburn 呢，更加在 Twitter 头顶用华语字来写，未接受中国霸凌这个信息，要传达给北京政府。在时，伊和总统蔡英文来见面，讲到台美经贸合作议题。蔡英文也表示讲，威权主义这个威胁哦，民主国家都应该更加团结合作的。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了后，8月第3摆来访的国会议员，伊更加特别以中文伫推特顶边表示访问台湾，是为了向北京传达阮未接受欺负的信息。布雷波恩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也捌伫国会提出多项优待法案，这是伊在2008年了后，佮在访问台湾，离了甲总统蔡英文会面。We have loving freedom, loving democracy, and it is important indeed that freedom-loving nations support Taiwan as they seek to preserve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freedom. 布雷波恩是电力西州参议员，也向总统当面来表达，电力西的制造业挖靠半导体产业，促行要来加强美台合作。总统蔡英文也希望用进一步融入印太经济架构。中国持续进行长时间的军演，都显示出威权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干扰以及威胁。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总统蔡英文表示，最近美国联署连续访问台湾，这温暖的行动加坚定的支持，拢搁在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布雷波恩下晡伊开辟一条摆脱中国主导的道路为题发表演说，更加伫推特发布家纪录的影片来支持台湾。Here in Taipei,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meetings today with our security defense team, our foreign ministry team. 对着中国可能抗议，美国国务院搁再讲，议员访问台湾符合中国长年以来一中的政策，美国会继续依照政策来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到两岸情势紧张，外国媒体 Reuters 的报道，美国会伫9月宣布进行第6届台湾的这个军事武器买卖。不过咧，有专家就认为讲，拜登政府最近卖予台湾这个军事武器是维持台湾现有的这个战力尔，若是要增强，恐惊是无虾米帮助。甚至咱讲到一届这个军事武器买卖Paladin 自走炮，本地讲要卖予咱，即阵讲是言签事定。另外咧，有专家认为。讲，咱的国防部都爱亲像空军爱争取到联合空对地遥控飞弹，另外替陆军另外积极来争取新式的火炮。美国真关心台海局势，除了有国美军的继续经过台海，路透社讲，美国未来几礼拜也是几个月会宣布对台军售，相信一波的军售会在9月，展现美国不受中国军演的影响，维持台湾现有军事系统甲满足基要订单，可能为咱枪炮弹药，而不是武器。国防部都会在美方正式进行知会国会阶段的时候及时的向国人说明。那消息将是拜登政府第6摆对台军售，过去5摆军售，头一波军售是 M1洞9A6 自走炮。英国美国后来表示交会延迟，国军该采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美国后来提供爱国者飞弹、钢定昆布技术支援，加上海军舰艇、零附件加相关的技术支援，也有陆军车兵加建材零附件。专家分析，拜登政府目的是维持国军现有战力，像是 AGM-158飞弹，但无美方的点头。陆军火炮也停伫离前的时期，对着反定流作战也是一个问题。多管火箭跟榴炮是2个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那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陆军的炮兵部分的武器装备，大家几乎都是2次大战以后到现在，其实使用非常老旧的一个武器装备。那要汰旧换新，比如说我们讲海军的 MH-60R 直升机来讲，都是被美方说用各种理由拒绝。
另外，国防部上新采购发表公告显示，台美已经签署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乌鹰直升机航载甲弹药零件的采买合约，合约是6年，金额13亿6464万，被解读是确保稳定直升机的后勤供应。对此，日军回应，此外已经在利用这批甲美方的军售无关系。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如果执迷于挟洋自重、谋独挑衅，不悔改、不收手，我们将继续以行动说话，坚决予以反制。中国对2日开始连续2天伫福建的沿海展开军演，讲这是政治的举动，也批评美国是西人甲接触者，指控日本增加防卫的预算，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这阵罗西亚来对民间咱讲民间找人来做兵，公布募兵这个影片，连笼仔内这个受刑人也掠去充军。这阵呢，要搁做2队炮兵营，要找18岁至60岁这人赶紧做兵，然后上战场。咱讲罗西亚总统普丁想要增加兵力，赢这场战争，直接下令征兵10%，未来增到这个115万的这个人力，加上文职这个军人拢总是90万，拢总会有200多名军人但是咱讲这项因过去的这政策，当年缩减大批军队开始有一寡这个无共，有一寡政策，嘛会让看出这普丁想要解决这场战争，嘛因为这场战争也未停，罗西亚国会25国警告西方国家，莫阁提供予乌克兰当行的武器。俄国战争继续发展，为着补充伫战场损失的兵力，扩大军队规模，俄国总统普廷25签落一个法令，要求增加10%的军人，差不多13万7千人，起码予俄国军人的人数为差不多101万人，增加到115万人。另外，更有将近90万的文职军人。BBC 指出，除了向民间募兵以外，这个征召计划嘛向着俄国的受刑人用自由甲金钱做条件，唔望伫加入的犯人卖当去前线战争。俄国征召令会伫2023年元旦开始，不过目前民间对参战的意愿无悬。另外，对欧美国家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甲武器，造成战争拖沓到半冬这么久。俄国国会的执政党代表25嘛警告西方国家，唔通佮提供乌克兰有杀伤性的重型武器，因为这武器唔能造成民众的死伤，更加引发暂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危机。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оучастника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я попросил добавить слово и пособн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головным кодексом пособник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е, кто поставляет оружие и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убийства людей. 美国军伫乌克兰独立纪念日迄一天攻击东南部的城镇查普林的车头，可死亡人数增加到25个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Бабахнуло тут, мы начали доставать хлопця, открывать, снимать все, забирать. И тут на тобі, прилітає второй прильот, починає гореть. Вони ударили повністю по ЖД дорогі, по нашій ЖД дорогі. 乌克兰认为俄军的攻击是针对民众的客家区，也毋过俄国表示是为着要毁掉向顿巴斯地区运送武器的军用列车。另外，俄国阁攻击乌克兰伫波塔瓦、加涅普罗州的空军基地，毁了8架俄军战机，这嘛是乌克兰空军伫过去几礼拜以来损失上严重的一届。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罗西亚总统普廷这阵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看起来是老神在在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嘛，通讲是有史以来上低的。不过制裁效应只他要来滚价尔其中咱讲汽车业影响上大，罗西亚上大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就离职员工来表示讲，因对3月开始咧，就咧休无薪假。这个月公司甲员工洗头路，爱因换头家。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удар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выдерживает весьма достойно. 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总统普廷嘴巴放话，唔惊西方经济制裁，不过一般变时感受是真无共款。У людей нет понимания, будет у них работа, или они будут также,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траву красить. 当地俄国上大汽车制造厂伏尔加工作员工指出，战争爆发了后，公司就面临供应欠缺的困境，也失去法国合作伙伴雷诺。虽然伏尔加到即阵无甲旗下42000名员工内底任何一个人解辞掉，也不过伊服务的工厂，多数员工3月开始就被逼来休这个无薪假。Да, конечно, другие заводы большие, но
наработк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а автозаводе,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пришел, тебе раз зарплату подняли, два зарплату подняли, а у нас ни разрядов, ничего, на новое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придем, кто мы, никто. Мы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теряем деньги. Вот. Ну и да, и без работы тоже люди боятся остаться. 或者这个月更加对部分的员工发遣散费，爱另外找头路。随上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了后，俄国多数的外国车厂，包含福斯、Volvo、30这车商，拢暂停伫俄国业务，并且甲当地员工改辞掉，造成产量大减。今年顶半年，俄国小客车产量甲去年同期来相比，下降超过6成。根据政府统计，俄罗斯到7月底已经超过23万名劳工正伫放无薪假，也是工时来减少。不过官方并无甲这被变相减薪的劳工改列入失业的人口。莫斯科当局只是强调，当地6月份失业率只有3.9%，创下历史新低。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看到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美国第二季 GDP 呈现咱讲负成长，专家也讲这阵经济陷入去技术性的大消退。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南韩过13档以后咧，摕到头一张的海外核电一个订单是来自伊集25亿美金的核电订单。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伊讲咧英国这阵工党啊支持率有够悬哦，超车这阵党的这个保守党有影爱好好注意。来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这阵这个罗西亚这个总统普京下令哦，提悬罗西亚现役军人人力甲军备这个征兵力，嘛要好好来注意。上尾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这个拜登哦减免学生的这个贷款，这阵虽引起到美国政坛的大攻防。继续来看到变种病毒，搁咧传 Pfizer、Moderna 也已经申请到新版的这个加强针的紧急授权。另外，咱讲到 US Open 美国网球公开赛29开始比赛，球员拢着爱注疫苗，但是咱讲无注疫苗，前世界球王 Djokovic， 咱讲伊宣布退出比赛。辉瑞、莫德纳这礼拜已经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新版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剂的紧急使用授权。莫德纳适用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人，辉瑞是针对12岁以上的人。辉瑞另外阁向欧盟申请许可。To achieve with these boosters is to restor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toward that which we saw with the original vaccines. We are hoping that these will be coming in the first part of September. 这两件申请的拢是次世代2价疫苗，将原版疫苗加针对 Omicron 亚型 BA.4 甲 BA.5 的疫苗结合。莫德纳剂量是52克，辉瑞32克。疫情第3年，各国已经大量注射。大家伫选择加强剂的时阵，偏向选择这两款 mRNA 疫苗，以线病毒载体设计。伫疫情发生的初期，得到上机的 AZ 疫苗，即卖已经考虑退场，尤其伊伫美国一直无得到批准。目前 AZ 当地建立包括新冠病毒、呼吸道病毒 RSV 加其他病毒等抗体疗法。经过这个疫情 ，AZ 交付90亿剂疫苗，解救600万人命。2021年是销售第2大品牌，销售额是39亿美金。In vaccines per se, I can't be sure we will be there or not. Only what I can tell you is we're working on new technologies, new approaches to COVID for sure. 美国网球公开赛29开始比，大会规定参加比赛的人必须提出完整注射证明。技术组疫苗的前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已经宣布退出比赛。今年1月的澳网，伊就因为无注疫苗叫人赶出境，到尾也失去拍冠军赛机会。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国际上要紧来关心5党战争，罗兴亚族被缅甸政府镇压的这事件引发着全球关注。带伫咧咱讲缅甸的 Rakhine 这个罗兴亚人是信伊斯兰的这个穆斯林，但是缅甸民众大多数是佛教徒，所以双方是事实上会有发生冲突。缅甸军方呢被指控对罗兴亚人的镇压，国际社会除了制裁，也当咧调查领导该站所犯的种族灭绝罪。这几档要超过100万的罗兴亚人自缅甸到甲这个穆斯林为主的 Bangladesh， 但是因状况并无搁较好。因长期住伫咧全世界上大规模的难民营，生活条件是非常的困苦。Bangladesh 政府搁打算甲因送回去缅甸，即阵因变做人球被踢来踢去。
大镇罗兴亚难民大声喊口号，手提抗议标语，领员写种族灭绝袂使阁发生。阮是缅甸人，阮是罗兴亚人。伫罗兴亚屠杀满5周年的日子，这阵生活伫孟加拉难民营的罗兴亚人，希望会当返去缅甸的若开邦生活。无论是留伫若开邦的罗兴亚人，也是走去孟加拉住伫难民营，生活条件拢差不多，毋但自由受到限制，囡仔无法度受教育，医疗资源佫欠缺，佫爱烦恼去互武装士兵攻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7年前，缅甸国内差不多有130万罗兴亚人，即马敢若剩活近60万人，大部分拢走去孟加拉。按过真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罗兴亚人煞慢慢啊消失。আমরা আসছি 5 বছর হয়ে আমরা ক্যাম্পের মধ্যে রিফিউজি থাকতো না স্যার আমরা এখন বর্মা যাইতে হয়েছে যাইলে আরারে জানর মালর হেফাজতর আরারে গ্যারান্টি দেওয়া পড়ব।那缅甸军政府也搁伫掌权，罗兴亚人伫缅甸的困境都无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当透过制裁加武器禁运，避免军政府搁干害罗兴亚人。国际刑事法院也当伫调查缅甸领导阶层对罗兴亚人所犯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电动车时代一步一步走向咱的这个生活。美国 California 宣布要伫2035年全面禁止咱讲卖这个石油的这个新车，并且咧领先全球淘汰汽柴油车这个时间表，拢定甲好势好势。目前已经至少16个州拍算要来对，通加速电动车的普及化。加州推广减碳正尽力，空气资源委员会礼拜四表决通过新规定，2035年开始，所有销售新车袂使排放温室气体，必须改造电动还是氢燃料。2年前就开始推广这项政策的州长纽森伊讲，这是终结燃油车的一大里程。We will be the first jurisdiction in the world to require all new cars to be sold to be alternative fuel cars. 加州这项淘汰燃油车计划看起来甲欧盟同步，不过实质领先全球。明确定出未来13年内逐步实施的内容。第一是规定2026年开始，要有3成5的新车是零碳排；2030年开始，佫调悬到60%倍。目前已经有华盛顿州、加马州等16州拍算对安尼做。这项新规定等于是为电动车铺路。目前各大汽车业者当伫抢正这块大饼，不过除了爱伫售价佫较有竞争力，充电站这基础建设嘛爱同齐增加这赛。So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is always forefront of an electric vehicle purchaser, righ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elements to that. One of them being the availability of chargers. Second, the reliability of those chargers as a function of the power grid, right? 有数据显示，交通运输所排放的垃圾空气占加州温室气体排放的4成，是上大的空气污染源。禁止卖燃油车的新规定若落实，加州会当伫2040年甲汽车垃圾空气排放量减一半，也对降低气候冲击有真大贡献。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保康半岛 Kosovo 和 Serbia 最近佫因为换身份证明甲车牌问题，引发族群紧张的这个关系哦。顶礼拜伫咧会谈是吵吵闹闹，美国甲欧盟的特使也来到 Serbia 首都，望化解纷争。美国甲欧盟的特使25前往贝尔格勒、普利斯提纳甲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科索沃政府高层会谈，希望化解双方的不满甲冲突。上新的引爆点是科索沃政府要求国内北部5万有塞尔维亚车牌的塞的居民，能够回来换做科索沃牌照，引起因的不满。组织大型卡车、运油车这大型车辆，封锁前往塞尔维亚的出入境关口。武契奇嘛警告，除非迫害情形结束，安尼无伫科索沃机构工作的少数塞尔会离开工作岗位。武契奇伫甲欧美特使会谈了后，伫社区媒体对全国的人民发表谈话，表示会尽力做甲和平甲稳定，不过原来未对国家利益做出任何的让步。Well, the good options are the options that preserve peace and the normal atmosphere on the ground. So these are the good missions. It's not about winners and losers. It's really about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we heard the concerns of the mayors,
and our mission continues in Belgrad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make a statement from Belgrade later today or tomorrow. So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甲大部分欧盟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的事实，不过俄罗斯甲中国是偏向支持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一个省的主张。伫目前乌克兰战争一寡无确定的因素，这场车牌纠纷所引起的族群紧张关系，加深外界对巴尔干局势不安的烦恼。所以，北约维和部队已经伫科索沃北部加派兵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NASA 进前发布一段34秒的这个声音，是离地球超过2亿公里以外英仙座星系团内面乌动的声音。因为照理来讲咧，外太空环境是无空气，无法度听到声音。这个乌动有声音哦，是因为英仙座星系团有真侪气体和压力波，佮经过 NASA 处理，咱人才听到声音。听起来奇奇有一寡空空的声音，这是离地球2亿光年以外英仙座星系团中乌动的声音。NASA 进前伫社群平台发布一段音讯，引发广泛的讨论。如果要听声音的话，是要有空气当介质。这个黑洞因为它的引力很大，它造成它附近的一些气体的一个压力波，所以这种压力波就会产生那一些气体的这一种波动，被黑洞加热过了这一种那个空气的波动，然后去把它转换成声音。英国剑桥大学团队发现，这个乌洞发出来声音比钢琴键盘的中央值加57个倍度，所以讲调悬正做人类会用听到频率照这段的档案。而且实际上，这种声音化的方式也捌用伫人类头一摆翕到乌洞的影像的 M87乌洞。前左 X 光太空望远镜跟哈勃太空望远镜还有一个4毫米波地面的一个无线电波望远镜，同时去呈现出这个 M87在高音、中音跟低音的一个声音。广大的宇宙要真侪未解谜题，也是科学家一直伫探索领域。进前微波太空望远镜才翕到目前的南北极光。极地沙漠也有名大红斑周围的小风暴，所以美国 NASA 重新启动月球的探索计划，有新的进度。We're going to stress it and test it. 2025, we land humans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half century, and one of those humans is the first woman and the next man. 伫1970年阿波罗17号了后，已经半世纪拢无人类登上月球，所以讲这摆发射真受到各界关心甲注意。阿提米斯1号有定8月底升空，会是一项无人飞行的任务。若是成功完成测试，后续就会进行载人坐月球的任务。目标是2025年人类会使搁再来登上月球。记者综合报道。Maldives 是真侪人爱去旅游、爱去佚佗的所在。即阵呢，为着要了解气候变迁对当地造成的冲击，有研究团队展开一项计划，要深入1000公尺的海底探索海底生态，希望得到线索，通帮助当地为保护区，并且制定相关的政策，降低暖化威胁。真清的海水被灼灼的沙坡围伫印度洋的马尔地夫群岛，被称作是上帝留伫印度洋的一粒珍珠。伊是一个真浪漫、美国旅行的好所在，也适合放松来度假。算各种水上活动，也搁受到全球气候暖化、海水温度上升的冲击。马尔地夫水域上乌大已经出现严重白化现象。当局最近甲英国的研究团队来合作，希望深入探究海底生态，为对抗气候变迁做准备。On board our vessel, we have 2 submersibles, 2 of the most advanced human-occupied vehicles in the world that can go down to 1,000 meters. 研究人员讲，马尔地夫30公尺深以内海域已经知影有几若千种的海洋的生物，不过大概对着30公尺以下的水域所知影意愿有限，因会派遣先进的畅水器到深1000公尺的海底去探索，并且利用先进的设备来记录。另外，这项海底探索任务会甲在地生物学家来合作，因为首先来掀开海底神秘的面纱。We're trying to look at what lives on the seabed, what fish are near the seabed, what are th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that create the habitats where these creatures live. 马尔地夫陆地平均的悬度，敢若比海平面悬出1.5公尺。气候变迁毋但可能让珍珠失去应该有的光彩，甚至可能带来多数沉落去消失的飞机。研究团队希望这摆35天的海底探勘，对着更加了解当地海洋的生态有帮助，并且协助马尔地夫制定保育计划，并且划定保护区，甲暖化威胁降到上低。国际新闻张回斌编译。
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陈伟明，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